今日恒指都急跌咗400零點，同我哋之前預計佢會向下跌嘅情況都吻合。咁樣今日咧就冇乜操作嘅，跌市基本上都係等機會嘅啫，未有一啲好明確嘅信號，同埋我哋都認為佢會跌得會可能再深多少少。加上股價方面其實都冇話跌得好多，咁都想再等一等先至開第一注嘅。咁但係咧，喺16號嘅時候咧就做咗少少 put 嘅，係啦。當時咧個恒指1小時圖咧就跌到落去比較緊要嘅關鍵位啦，23,700啊，外面好多人都識得睇㗎啦，跌到23,700。咁正常嚟講咧，呢個位因為係之前啲橫區頂部啊，如果升得守到嘅話咧，升得翻咧，其實係正常應該真係會破24,500以上到25,000。我哋嗰陣時候都咁預，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，都24,000到25,000都其實係恒指嘅可能最近嘅一個大嘅阻力位置，所以我都決定喺嗰位開盤。咁我幅牛牛圖咧就係響16號啦，大概3點鐘到啦呢個位置，係啦，就開盤，係啦，係啦，就係呢個位置，因為認為佢都撞附近嘅支持阻力，係啦，即係外面最多人成日都講嗰啲咧，頭肩頂嗰啲咧，呢啲肩頂係啦，一個肩啦，呢個頭啦，呢個肩啦，跟住去到肩位嘅打破穿落去啊嘛，通常都係咁。咁我呢個位開盤啦，咁然之後就好直接啦。今日1點鐘開市，咁啊見到都差唔多咯喎，咁啊去到呢啲位置附近，其實下方目標咧好明確㗎啦，都23,000點大關，但係都唔去搏啦，反正都贏咗就賺咗就算啦。咁樣我都知啦，頭頭尾尾我哋都唔要嘅，就係要個餘生嘅啫。咁啊呢個位 take off 係啦，今次就 put 恒指啊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消息，我哋幾時會買入一啲股票啊？對於後市嘅分析啊，或者睇究竟港股認為會再跌幾多啊？邊一位反彈啊？可以加入我哋嘅會員頻道支持下我哋。好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